出生伫咧民国47年的郑鸿章，年少时因为介意画图，曾经缀伫咧艺术名家董日福身边学习，后来甲画友成立五线谱画会，经历10年来持续参与国际艺术交流活动，并曾经担任南方艺术联盟理事长。40活动的创作历程，开过10多场个展，嘛受邀参加国内外正侪联展。现在郑鸿章优画个展，嘛当伫咧文化中心展出当中。那这几年其实看得到他的作品一直从具象到抽象，非常多元性的去做非常多的创作性的表现。那他们每一年其实除了会展除了画会的一个联展之外，其实郑老师一直长期以来也做了非常多的个展，包括策展的部分。所以这一次透过这样的一个个展，可以再把他的个人的作品更展现在我们的第一廊当中。那每一幅画作，除了我非常多大幅的作品之外，其实精彩度非常的可期。艺术家郑鸿章早年的油画创作属于较写实，因为定定甲国际艺术家交流，现在伊的创作拢是抽象较济，而且创作法想大多拢是为生活当中去发掘出来的。我们把生活里面的一切的事物、视觉的经验都把它记录下来。包含着内心的感觉也把它做一一的记录。生活是艺术，它在色彩里面它是有情感的它是风花雪月它是快乐，它是悲伤它是无视的，它是一种这种个人生活的这一种修整。我想在这个生活里面，它可以一一的体现。郑鸿章个展总共展出17件油画创作，介意艺文活动的朋友，欢迎伫5月初进前前往文化中心2楼展览空间观赏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